伊到超商买一个真有名的冰淇淋，毋过拍开才食无几喙，就食到一条好亲像是伫咧拍喙齿的即个物件，加嘛加袂长。后来煞发现讲，佫有一个好亲像是物仔的物件，互即个民众是感觉呢真寒哦。而即冰淇淋业者讲会甲人起来联络，了解消费过程，也佫有商品的状况。那消保官也表示讲，若是消费者伫咧购买食品的时阵有影响到健康的顾虑，会当向消保官来投诉，业者也必须爱负赔偿的责任。越拉越长，一个不知道什么东西超硬的在里面，看起来很像塑胶，又很像牙线，它拉不出来。去超商买有名品牌冰淇淋哆啦 A 起来食，但是是才夹几喙尔，就发现冰淇淋内底有一条线，安怎夹都夹袂长。结果真正甲看是一条亲像米仔线的物件。那我不知道到底要不要把它吃完，就感觉很恶心，怕是人家剔牙的牙线还是什么的。食到线就水惊到，但是是认为有名品牌冰淇淋内底出现亲像起刷物件，实在真寒，嘛互民众怀疑是毋是品管出问题啊？有点离谱，太夸张了。因为冰淇淋这种东西，它是不会去用到有线头、有线这种东西呀、那它又出现在冰淇淋上面，感觉还蛮恶心的。幸好今天只是线。是铁丝怎么办？你越大的牌子要越严格啊！我们会多花钱买你这些东西，就是因为看中你的牌子嘛。消保官讲，若是民众买到的物件有可能会影响到身体健康的问题，会当向消保官投诉，厂商嘛爱负赔偿的责任。品牌厂商嘛回应讲，会甲人客联络，了解规个过程甲商品的状况，甲代志查好清楚。其实这款冰淇淋无俗，因为网友的推荐袂甲写叫，毋过今麦发生这款代志，产品的品管可能爱搁加油啊！记者综合报道。